個梅沙灣公園啊，而家就喺呢度上去啦，上去跟住去呢個象鼻水庫、馬連山瀑布。呢個咧係梅沙灣公園另外一個入口咯，喺之前嗰個行25米就到嘅。喺第一個入口上嚟咧就係呢度咯。我頭先去埋第二個入口，而家翻轉頭，由第一個入口開始行。終於上到嚟個風景平台啦！頭先個電話熱得滯，強迫關機。其實由另外一條路都上到嚟嘅，而家出去睇下個風景平台先。風景平台。望返出去大梅沙，前面就係瞭望塔，嗰度就係8號倉。今日好曬，我繼續去象鼻水庫。